荣伯爷，来，荣伯爷，来，请。见过侯爷、夫人、班郡主。来的正好，赶紧坐下来一块吃啊！谁请的？硬邦邦，给伯爷备碗筷。好嘞。对，上碗筷。伯爷吃。伯爷想吃什么蘸料？爱吃不吃。蘸料？莫非这就是世子所言的火锅？没错，这是我爷爷他行军打仗的时候激励三军的不二法门。哦，吃火锅还可以激励三军哦，倒是头一回听说。哎呦，这竟然还有伯爷不知道的。让郡主见笑了，不知可否介绍一下这火锅的妙处？我爷爷呢，把鸳鸯锅改成9宫格了，所以呢有9种口味。麻辣的、清汤的、酸汤的、菌菇、西红柿、辣排骨、猪手、猪肚鸡、西域特色锅。不知哪种口味郡主最喜欢呢？麻辣的跟西域的。话多，吃菜。伯爷挺有眼光啊，这是石大人刚打来的雉鸡肉，特别好吃。这竟是雉鸡肉，实在是太过残忍了。在下还是不吃了。你不吃我吃。来，尝尝这个肉好，来，这块。小石大人打的鹿肉特别新鲜。这实在是有些残忍。还是世子吃吧。山羊肉，吃块山羊肉，这总行了吧？对，石大人送的这山羊肉堪称一绝。花花，伯爷，尝尝这个田鸡肉，是家常食物。请随意吃。吃啊！娘，这石大人可真是细心呐，射中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。在下疏忽了，方才想起今日随圣上去祈福，正值斋戒期，不知可否有些素菜？软绵绵，素菜行。吃吧。够了吗？太够了。